说走就走这首歌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经意的。就有一天呢，我经纪人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来做一首就是很开心、很欢乐的歌？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可以来创作一首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都可以听的歌。又再加上我其实一直也很希望可以跟南莫还有嘎造可以有一首合作的歌。那在这首歌里面邀请南莫一起来 rap， 然后嘎造可以一起唱。重点是今天能够拍下这个 MV， 可以有我们三兄妹三姐弟，这是很好的一个记录。那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让大家觉得是一首很舒服欢乐的歌，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其实之前已经来过那山那谷，那一次录影里面其实就有洪恩哥、黑旋风，然后我就觉得天哪，那感觉好棒，我就一直在许愿，就希望他们能够出现在我 MV 里。洪恩哥其实也是看我从小长大，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人，包括志胜哥，因为志胜哥很照顾南莫，所以其实也很像是家人一样。其他的所有的群戏呀，他都是我们部落的青年，就邀请大家一起来拍 MV。那这一次拍 MV 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太过轻松了。苏生导演也很会带，大家其实很放松。我自己其实今天也蛮放空的，这次有这样的机会一起玩，我真的觉得一起棒。设计的巧思，我是想用一个像是小爱自己跟自己纯真的小时候对话的感觉。这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小爱的小时候，所有有关她成长的一些回忆啊、记忆，跟弟弟们的照片，然后他们会一起相遇在树下看那本书。小爱她真的是蛮用心的所有的道具内容啊，那个本子里面的一些照片，外面的包装都是她自己手工的，蛮开心可以合作。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赛弟弟南莫一样。大家好，我是南莫一样的哥哥，嘎造一样。第一次，那这么多人的 MV， 然后又这么欢乐的歌，这样昨天睡不好，因为太兴奋了，要拍 MV。我是觉得最深刻的事情是我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多的朋友可以出来帮忙。当然可能付了不少钱了，看到大家很相挺姐姐这次的这个 MV， 非常感谢大家这样子。谢谢志胜，真的一定要谢谢志胜学长、大师兄这样，还有洪恩哥、黑旋风，还有爸爸妈妈啦。对，必须的，还有 Toyota， 真的一定要讲一下。我觉得这次拍摄叫来是对的，因为我可以烤肉。我以前有一次是球队出主题曲，然后我是老舍的那个，今天不是主角，然后我也蛮开心。从我小时候吧，幼稚园就认识了，这样的对那种小抱大腿的高度啊，到处跑吧。小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笨笨的、傻傻的，因为他以前也常常带我们到处表演，都是跳王洪恩的歌。一听到他的歌也不管了，马上冲出去站在他的舞台上表演。那本路跟那个我不了解你的明白。哦，太久了，好久了，我们真的太久没有跳他的歌了。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在2005年，记得在新庄表演的时候，哇，看到一群年轻人冲上来舞台帮我伴舞，哇，我猛然一看那个团长就是伍思安，然后就一路这样认识到现在，这样跟他们认识，哇，真的是10几年了。今天很开心呢，也很荣幸可以帮妹妹伍思爱一起来参与她的 MV 演出啦。真的。那我想，找我们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可能预算不够吧。既然这样子，那我们要打歌喽。请好好呼吸。今天拍摄整体的氛围让我印象深刻，真的是弟弟妹妹们在身边就跟家人一样。不管世界再怎么变了，家人能够好好相处，不管是烤肉啊、聊天、户外这种分享，我就觉得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好，大家都是人嘛，对，虽然有些长得我们一家。在这边恭喜妹妹呢，再次推出了第2张的新专辑，祝福你新专辑美感专辑大卖。重点 MV 一定要看哦，没错，好不好？因为有我们，好不好？